任何嘅大型盛事咧，如果我哋只講成就，不講成本咧，係不可取嘅。調翻轉講咧，我哋亦都只講超支，而唔講佢因為舉辦呢個盛事而得到嘅效益或者以取得嘅成就咧，亦都係唔公道嘅。所以個關鍵咧就係當佢攞上嚟立法會尋求支持嘅時候，嗰份預算究竟佢估計嘅收益同埋成本點樣比對，等立法會等公眾可以有一個公平公正嘅討論。正亦都係呢一點咧，今次帳目委員會咧係強烈係批評咧嗰個預算咧係不準確嘅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咧，我想講咧，頭先好多朋友都關心到長期嘅基建，咁我自己就有另一個觀察嘅。其實跨年代嘅基建項目咧，未必會有亞運呢一個嘅問題，因為我哋唔會尋求捐款咧去支持基建嘅。咁而東亞運咧係一個好特別嘅項目，正如我講啦，係一個香港首次舉辦嘅項目。佢特別嘅地方，除咗係跨特首、跨年代之外咧，就係佢可能涉及捐款，而有到嘅捐款咧就可以支持佢用多啲嘅開支。呢個第一。第二咧就亦都涉及到同唔同協議方有嘅文本，即係點樣草擬呢一個嘅協議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真係好希望香港第時喺有共識嘅情況底下，有唔同嘅盛事可以喺香港舉行。所以點樣建立好一個機制，讓到大型嘅盛事嘅預算，以至到日後嗰個捐款嘅收益係合理地喺帳目裏邊反映咧，係政府要去諗嘅事情。如何建？係你坐低先。除咗任亮憲坐低。我想你俾我回應呢一點好嘛？好。係啊，嗱，如果咧大家負責任咁睇咧，成個東亞運咧，正如我講，你只講成就不講成本，只講成本不講成就係不公道嘅。如果講03年提交俾財委會嘅預算咧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係邊一位政府、邊一屆政府邊一個局長咧？其實亦都唔係而家呢一任嘅政府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單一話邊一位人士要負責咧，有議員要求要何志平嚟帶領。